Q 唔成標 ，PPS 質薄。住喺上水嘅蔡小姐用開繳費靈 PPS 交賬單，點知7月20號發現銀行戶口萬幾蚊冇晒。銀行話係繳費靈前一日將啲錢轉入咗一個不知名嘅馬會投注戶口，佢唯有追問繳費靈。不停咁問我攞資料，咁問佢跟進到去邊一度，就話而家係跟進嘅賠償嗰方面，佢一路都唔正面咁樣回應俾我，淨係話會向上層反映翻，咁啊一路拖住咗我呢件事情。佢第二日報警，警方懷疑佢嘅電腦被黑客入侵，偷咗提款卡同繳費靈賬戶資料，偷偷加入馬會轉賬，偷走戶口嘅錢。建議佢唔好再開電腦，但又冇拎走部電腦檢查。到最近，警方證實有5宗同類嘅個案。佢自己都發覺有第二個客人係受害啦，佢哋都唔公佈啲乜嘢，佢哋嘅操守有啲問題咯。其實不明條款我都唔會下載嘅，卡都係一路係跟住新㗎啦。我見到係一路都有個防毒嘅軟件，咁我都唔明點解會有呢啲事情發生咯。搞成咁，佢話已經唔敢再用繳費靈啦。易辦事發言人就只係勸用家，如果發現戶口被不當使用，就要通知佢哋同警方調查。